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6年1月15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40篇第1节到11节，创世纪27章30节到38节，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领受祝福。牧师伫美国服侍的迄段时间，常常有机会甲美国教会牧长兄姐开会来往，甚至也有机会去到伫会友的厝来受因邀请，或者是讲邀请因来甲阮做伙来用餐。伫咧互相往来中间，常常会用这个祝福bless you， 也是讲伫文字的中间会用这个 blessings 互相来请安甲祝福。领受上帝的祝福，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或者是讲得到祝福，是一种有一个真重要的条件啦就是爱足积极。并且爱遵守主的诫命，然后才当领受来得到。咱时常咧讲雅各，咱第下讲伊伤奸诈就好像亲像伊阿兄以扫甲伊老爸来咧斗的中间，伊讲伊欺骗我2摆。但是咱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雅各。对伫祝福一件代志，伊非常的积极，所以伊就领受着老爸的祝福。咱反倒转也用无共款的角度来看以扫，虽然伊是一个受骗的人，但是实际上伊却表现甲讲拢真无注意伫迄个祝福的中间，所以伊就失去老爸上帝透过老爸互伊的祝福。创世纪27章30节到38节，安尼记载：以撒雅各祝福了后，雅各就对伊的老爸以撒兄出来时，伊的兄哥以扫拄拍了倒来，伊嘛煮好食的料理，捧来互伊的老爸讲：阿爸，请起来食囝拍着的蜡物。食饱了后，通甲我祝福。伊老爸以撒甲伊讲：“你是甚物人？”伊讲：“我是你的大囝以扫。”以撒大惊，皮皮喘讲：“拄则迄个人是甚物人？迄个人伫你邀袂来以前，捧蜡物互我食，我食了后就甲伊祝福，伊一定会得到福气。”以扫一个听到伊老爸的话，开声叫苦大哭，对伊的老爸讲：“阿爸，你嘛着甲我祝福。”以撒讲：“你的小弟已经用诡计抢你的福分。”以扫讲：“伊叫做雅各，敢毋是真蛤吗？伊骗我2摆，抢我大囝的名分，即摆佫抢我的福分。”以扫佫讲：“你敢无佫有甚物通甲我祝福的？”以扫讲：“我已经设立伊做你的主，互伊的亲族服侍伊，佫用5谷新酒养一伊，我的囝，我也会当甲你做甚物？”以扫甲伊老爸讲：“阿爸，你的祝福敢敢若一种？阿爸，你嘛着甲我祝福。”以扫开声大哭。路加写互提阿腓罗的批信的中间，见证着耶稣基督的生病啦以及甲伊的救恩。伫第2本册《使徒行传》一开始，路加就提到着使徒因得到呼召，领受着圣神的洗，安尼的祝福，也领受着上帝呼召甲差遣。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到第5节来讲，提阿腓罗先生伫我所写的头1本册，
我已经将耶稣所做驾驶一切的代志，对伊开始工作直到上天迄日，拢有讲起。伊就天以前有通过圣神将真侪代志指示所竞选的使徒。伊受害以后，有用真侪的证据显明伊本身活着。伫40日的中间有显现互使徒看见，对因讲论上帝国的事。耶稣甲因做伙时，吩咐因毋通离开耶路撒冷，照我甲恁讲的，着听候爸的应允。约翰用水甲恁行洗礼，毋久阁无几日，恁会领受圣神的洗礼。领受圣神的洗，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因为呢有上帝的同在，有圣神的智慧甲能力。诗篇40篇第1节到11节，我内心听候上主，伊有暗耳孔听我的哀求，伊对死亡的陷阱，对土地中甲我扣起来，伊互我徛伫石磐顶，互我的骹步稳固。伊甲我吟新的诗，唱歌学乐咱的上帝。真侪人看到就敬畏来信靠上主，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伊无拜偶像，无拜假神的人做伙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有为阮成就真侪的奇事，啥人会当甲你比？你为着阮安排的计划遐尼济，嘛要讲嘛讲袂了。祭司甲礼物你无介意，烧化祭甲赎罪祭你嘛无爱。你有开我耳孔通听，所以我应讲我伫遮。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。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，我伫大聚会中宣扬你公义的好消息。上主啊，你知我要一直宣扬，我毋捌将你的公义藏捌伫心内。我已经有讲起你信实的救恩，我毋捌伫大聚会中暗藏你的慈爱甲信实。上主啊，求你毋通对我收回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甲信实不时保守我。恳求主帮助阮，诚侪蒙主祝福的人，领受恩典、圣神的能力甲智慧，会当来用心育人，诚侪传福音的同仁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